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小兩論馬。2026年嘅第一戰，小兩喺度先祝咁多位馬友新一年新氣象，身體健康，新年就行好運，馬到功成，同埋贏到開巷。最緊要就梗係一路支持小兩論馬。2026年1月1號星期四，沙田馬場將會有11場嘅草地日賽上演。頭場我開12點半鐘，跑道會用呢個 B+2 跑道。除咗場3級賽華商會挑戰杯出馬12匹之外，全部場次皆出馬滿額，場面定必熱鬧。排位過後，賽事並無任何變動。6環就冇多寶，3T 就會有1000萬嘅多寶彩金，估計一注獨中會有成2000萬。第一口馬鐵2、3場，同第8同第11場亦會有多寶彩金。新年發大達，睇吧都係靠呢鋪。節目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就可以俾個 like 小兩，未訂閱小兩呢個波馬頻道嘅馬友，請高抬貴手，按一按右下角嘅訂閱掣，隔籬有個啷啷，記得撳埋個啷啷，咁就唔會錯過我下一條短片噶啦。你哋嘅支持係對小兩最大嘅動力同埋正能量。連續4次贏唔到騎師王嘅潘頓，出馬10匹，成為1.75倍嘅大熱門。上鋪輸得咁金，今鋪真係仲有人買佢？追唔追多鋪啊？真係見仁見智。次熱3熱就落咗喺班德禮同布文身上，同樣出馬9匹，兩者之間有一節布文首馬就好啲。另外華將最熱嗰個何澤堯出馬8匹，有5、6匹嘅邊線分子喺手，隔馬有11倍，小兩就覺得可以一試。仲有啊，排位版小兩就分享咗艾杜拿嘅馬，出馬7匹嘅艾杜拿有成45倍分頭，小兩就想搏搏佢可以喺新年反彈，喺度亦都係先買為敬。至於練馬師王又點呢？神仙以及姚本輝雙雙成為大熱門。威哥緊隨其後成為6.5倍嘅第3熱門。今期嘅練馬師王，小兩確實冇乜心水，冇一個練馬單位嘅機會較為突出。就算你揀最懶嗰個韋達，小兩都唔會反對。各有所好，又有得分下，真係就買邊一範都可以。賠率版嘅小兩論馬，即刻同大家傾傾呢。新年第一戰，小兩有咩投注策略同大家分享？第4場。4班嘅1200米，14匹馬列陣，呢場嘅 Fat Check 備忘。近10場元旦日4班1200，大熱就8冠1季第1個第5。近10場元旦日4班同程，均有王牌馬就入3甲。5號馬嘅活力拍檔，呂健威嘅何澤堯嘅組合，上季6月來港，操咗半年，試咗4課集咁大把。上場再講初出跑同程，排個3檔出閘，粉紅衫只就嗰匹2號仔何澤堯出閘手慢之下，又係初出關係，落腳就唔快，頭段嘅守喺2碟嘅尾2、3位置，跑過300，何澤堯比起幾步，呢匹活力拍檔又有多少反應？慢慢就咬實馬群，跟住2碟700位。入彎前且戰且走之下，喺個2碟嘅第7位中檔轉入直路。入外邊第2位啊，內欄第3黃衫黃帽金多喜啊，外邊有手標之星啊，中間第5位呢，咁啊橙帽嗰匹呢就團結勇士啊，響外邊藍衫第6呢仲勝利君子啦，後啲嘅馬啦，咁啊先見到粉紅衫活力拍檔啦，等入邊金玉良言啊，大外檔係新力嬌嚟噶，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嘉應勇士就透出咗噶啦，金多喜沿住個中檔追緊佢，中間位置上馬仲有團結勇士啊，後一層就金玉良言啊，外邊追上嚟呢仲有隻活力拍檔最出新力嬌啊！最後100米到啦，我唞出嘅馬金多喜，外邊團結勇士睇個勢追佢唔到啊！後邊嘅馬仲有活力拍檔贏出賽事係金多喜。直路初喺馬林中嘅起勢咁騎，拉士300就拉出中外檔展開衝刺，250開邊打下有啲啊，越追越近，翻嚟跑個第3移回，輸俾頭馬金多喜嘅過檔馬位移回。初出後最有勁，走勢規矩，
外地早已試過3貨大閘而嚟，威過近2場嘅頭馬，好實力以及輕馳千里，都係用啲3、4歲嘅側身分子攻堅。前年嘅冠軍練馬師，如今啊只得12 win， 表現確實不太理想。相信練者近期都會用多啲側身分子走去攻堅。呢匹活力拍檔，正正就是如此。騎練今季合作而出4 win 4 Q 6 T， 不嬲都有教授，初出入 T， 說明一定有質素。隔晚6倍左右，今場小兩就揀呢匹5號馬嘅活力拍檔做膽。上集排位版，小兩就同大家分享個頭場，好頭好尾，同大家傾多場一膽3腳。尾場3班嘅1200米，14匹馬列陣，呢場嘅 Fat Track 備忘。近12場元旦日3班1200，大熱就7冠2季3殿。近10場元旦3班同程，均有 PPG 上名。11、12、13乃係 PPG。1號馬嘅線路滿貫，文家良加潘頓嘅組合。呢匹3歲嘅愛爾蘭 PP， 外地3戰就 WinQ 各1，來港啊憑71分起步，初出1200，喺黃寶利胯下爆過52倍嘅冷面，一出即勝。爆冷過後，上場用蘇銘倫，再跑同程，出閘稍慢。63粉紅帽8就嗰匹1號仔，出閘唔快之下，一路就跟手喺馬群之後2碟嘅包尾位置。同前仗初出嘅表現都差無幾。隻日馳千里馬冧中間呢就方唐冇事啊！呢群馬嘅後邊啊就有呢隻勁進非凡啊黑衫黑帽嘅後邊嗰5匹馬，紅帽內欄有耀寶響尾5啊，後邊嗰4匹啦分別係喜連勁感開心孖寶啊，暫時墊後一隊粉紅帽尾以外邊啊線路滿貫，內欄63黃帽呢就太子啊暫時墊後啊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金牌入彎前早啊掟出個5、6碟。喺個大外檔嘅轉入直路上去咯，有呢隻呢就方唐武士領袖勁力啊，後多層啦，馬冧中間橙衫啊穿甲戰鷹啦，緊隨其後嘅馬有耀寶啦，響入邊等位係太子啊，外邊冚嘅馬呢有喜連勁感喎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咁啊平排衝刺之啊，外邊喜連勁感上咗嚟啊，拍住嚟鬥有勁進非凡啊，埋邊呢日馳千里啊，咁啊再見到中檔上仲嘅穿甲戰鷹外邊線路滿貫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喜連勁感鬥緊埋邊勁進非凡，外邊線路滿貫追上嚟，贏馬嗰匹。一出即勝，喜連勁感啊！直路初喺個大外檔爆尾嗰匹蘇銘倫啊冇咗呢100幾200米之後就開邊，左手邊之下又有多少內閃啊跳嚟跳去，極之幼亂。拉屎85啊修正再衝，最後齋推之下就以半馬位之差跑過第3移回，表現嘅確實極之有能力嘅馬，一條直路。冇乜點騎，都後追第3，尾段做個22秒62，乃係全組最快。相隔2週，潘頓啊叫騎埋門呢，冠軍騎師又親操1課，以其走勢及質素，分分鐘係另一匹金鑽貴人啊都唔頂。今場排過3檔，潘頓主理必定就會真真正正發揮此馬出嚟。假若真係金鑽2.0的話，2年之後。或許就可以同嘉應高升一較高下。潘頓揀騎，小兩必定投下信心嘅一票。尾場揀膽，小兩就揀呢匹1號馬嘅線路滿貫配噶啦。先揀咗隻不明物體先，5號馬嘅千帆區，蘇偉賢加艾少麗嘅組合。呢匹4歲嘅澳洲 PP， 外地8戰3 win 2 Q 2 T， 僅得1場不入3甲。前前後後試過3貨大閘而臨，全由呢個艾少禮經手。外地贏馬跟前一個第2位，直路透出贏馬而回。今場抽個黃金1檔，呢匹不明物體分分鐘係有意外驚喜。再要就要埋7號馬嘅勁進非凡，氣勢加呢個班德禮嘅組合。上場同線路滿貫同場，仲要先過對手個終點。呢場真係冇理由唔預佢一席。4號馬嘅幸運風采，尤達榮加霍雲星嘅組合，外地5戰3 win 2 Q， 上場再講初出後上第5，快馬多嘅場合，或許對呢匹後上馬就有利。尾場小兩就分享
1號碼嘅線路滿貫做膽，拖翻4號碼嘅幸運風采、5號碼嘅千帆區，同埋7號碼嘅勁進非凡，一膽拖457。至於小兩1月1號新年第一戰嘅投注策略，先買第一口孖寶頭關2號碼嘅肥仔精神，13號碼嘅極速之子射落去尾關，3號碼嘅聖多多同埋8號碼嘅賢者威風，再買多一條位置連贏過關嘅兩串3。第四場5號碼活力拍檔做膽拖，1號碼嘅常常發財，7號碼嘅標誌繁星，8號碼嘅最感同埋12號碼凌厲標區射落去第11場，1號碼線路滿貫做膽拖，4號碼嘅幸運風采，5號碼嘅千帆區同埋7號碼嘅勁進非凡，又睇下大家同小兩同唔同路啦。多謝晒咁多位，祝大家新年行大運，拜拜。